那阵讲到即个教囡仔吼，即摆是愈来愈困难啊啦。我会记吼，咱细汉的时阵吼，爸母咧讲啥，拢嘛讲天，咱都唔敢讲地。吼，伊若准讲东，咱都唔敢讲西。啊吼，啊若准啥物代志，爸母无欢喜，迄手册啊，唰就甲你伸过来。啊吼，教囝无师傅，册啊讲咧就有。啊，即摆毋是啦。 只要讲，着爱爱的教育，吼，袂当拍，袂当骂，有代志着爱好好啊讲，温啊讲，豆啊讲，讲到一支长啊讲。阮兜的囡仔，因咧幼稚园啊，讲要带因去动物园佚佗，吼，转来偌欢喜咧哦。透早啦，险啊叫袂精神啦，我抓紧甲检查伊的册包啊，这卫生纸吼，帽啊啦，吼，雨伞，地果咧。 地果唔免摘，是安怎地果唔免摘？地果重酷酷唔免摘，你会喙焦？我袂喙焦啦！我讲你一定会喙焦，我一定袂喙焦啦！你点点？妈妈要掠讲啊！我甲你讲，我是你妈妈，吼！我食过的盐比你食过的米较多，你知无？伊甲我应讲，妈妈，你是安怎要食遐济盐？真正会生气。